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23节到4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17节到25节，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誓约。誓约是一般双方谈定交易或是约定的内容的一种方式，例如是结婚啊，或是有某某人就职啊。特别基督徒讲到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誓约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17节到25节，经文记载，撒母耳召集百姓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他对以色列众人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及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和患难的上帝，对他说：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你们应当按照支派和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撒母耳叫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抽签，抽到了便雅悯支派，然后他叫便雅悯支派按宗族进前来，抽到了马特利族，接着又抽到了基士的儿子扫罗。众人寻找他，却找不到，就在问耶和华说：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耶和华说：看了，他藏在物品堆中。众人就跑去那里领他出来，他站在百姓的中间，比众百姓高出一个头。撒母耳对众百姓说：你们看到了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吗？众百姓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。众百姓就欢呼说：愿王万岁！撒母耳将君王的典章和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，放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然后撒母耳遣散众百姓，各回自己的家去了。这一段的经文所提到的是以色列人所要求的新王。撒母耳宣告了君王的典章，并且记载在书上，这成为了他们誓约的一个基础。希伯来书记载的上帝应许亚伯拉罕，并且要与他立约。上帝应许要赐福给他，让他的子孙增加。蒙上帝应许的赐福，誓约通常要有个对象，但是因为呢，要与亚伯拉罕誓约，上帝他找不到比自己更大的对象，所以就要指着本身来立誓约。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，上帝向亚伯拉罕的立下应许的时候，他曾发誓，因为没有其他比自己更大的，他就指着自己的名发誓。他说：我一定要赐福给你，使你多子多孙。亚伯拉罕就耐心等候，终于等到上帝所应许的。当人发誓的时候，他指的比自己大的
发誓，这誓言做担保结束了人和人当中的一切争执。对那些要领受应许的人，上帝要明明白白的指示，他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。于是在应许上面加上誓言，这两件事都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上帝不会撒谎。因此我们在这些寻求他庇护的人的当中深受激动，要抓住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。我们有这盼望，这像生命的锚，又安全又可靠。经过了天上圣殿的幔子，直到里面的圣所，为了我们，耶稣基督做了先驱。先到了那里，他已经按照麦基洗德一系列永远做大君王、大祭司。基督徒需要把我上帝所摆设在前面的应许和盼望，诚心实意的与上帝立约，与主建立亲密而良好的关系，直到见主面。诗篇37篇23节到40节，义人的脚步为什么那么的稳定？他走道路，耶和华的喜爱。他虽然失脚，也不致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搀扶他的手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曾看过义人被弃，他也未见过他的后裔祈求。他常常恩待人，接待给他，他的后裔也必蒙福。你当理恶行善，就可以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义，不撇下他的圣名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盾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土地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发出智慧，他的舌头就说公平。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里，他的步伐总不动摇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把他交在恶人手中。当审判的时候，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传承土地。你必看到恶人被剪除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高耸无地，本地青翠的树木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天哪，他已不存在，我寻找他却寻不着了。你要仔细那完全的人，观看那正直的人，因为和平的人有好结局，至于罪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的结局必被剪除。义人救星是耶和华，在患难的时候，耶和华做他们的避难所。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诚心实意的与上帝立定誓约，成为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